啊，比的那呀，不是比几个这里，那是记得这啊，好绿火呢。啊，还行。为啥大家绿火不呢？看买公司的嘛肉嘛，啊，看过噻，你这看买火火的在这边。是，像我给干就是的丢啊，哎，那你实在的说的就是说。是，我得买牛猪肉呗，这个说是啥啊？啊，这是这，然后看买这把这个打到嘛，这鸡肉的嘛，这把猪肉是。那这想下大概100的话，刚给啊，这想下的都去动的，都把我的想下那给你不好吧就。是带点啊喂，那够不了，就个的嘛。啊，是这这路说的，这我加加去啊，微信里头不是？啊，是这猪肉是这样啊，要买点什么？没事，这个嘞，你看那手机这个嘞呢？是这个。哎。你妈子哦。